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係呢隻自勝者強啊，中間有馬路啊，咁啊外邊啊粉紅帽都不敢怠慢啊，係永遠美麗啊，咁啊最出呢就係呢隻安宇啦，留守第4位，自勝者強第5位呢就係呢隻呢咁啊魅力之餘啊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啦，先見到知足常樂啦，中檔位置係起旺區啊，後邊嘅馬內欄橙色帽、橙色袖呢就係呢隻直線力山啦，外邊位置係新力高升啊，咁啊再見到尾5中檔一代天驕啦，後邊4隻美麗宇宙、爭友，尾位置旗幟鬥士啊！暫時殿後呢係嗰隻遨遊氣泡啊！好啦，過呢個14米段柱開始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呢係嗰隻馬路啊！咁啊跟住響第2位就安宇啦，內欄第3，自勝者強，永遠美麗響個第4啊！咁啊再見到第5位嘅馬呢係知足常樂啊，埋邊呢就魅力之餘啦，再後邊嘅馬有爭友直線力山啊！咁啊大約響個尾6個位置，藍帽藍袖呢就係呢隻咧新力高升啊！再後邊嘅馬遨遊氣泡外邊上咗少少啦，埋邊一代天驕啊，後邊3隻美麗宇宙、爭友同埋橙衫嗰隻係旗幟鬥士嚟㗎。轉呢個800米彎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呢係嗰隻馬路啊，跟住響第2位安宇啦，埋邊第3仲有自勝者強，第4位係永遠美麗啊，再後多層啦，內欄係魅力之餘啦，出邊走咗上去遨遊氣泡啊，中檔大約跟住個第7位呢，仲有知足常樂啊，響外邊嘅位置，咁啊仲有新力高升啦，後多陣呢，仲有起旺區埋邊等位就直線力山啊，掟到最出係美麗宇宙啊，後啲先有一代天驕、旗幟鬥士、爭友嗰啲馬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仲喺呢隻馬路啊，見到率先上嚟有粉紅袖嘅永遠美麗啊，再見到入邊自勝者強揾緊位，外邊追，仲有呢隻遨遊氣泡，出邊上緊嚟，仲有新力高升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呢，仲係呢隻永遠美麗，外邊遨遊氣泡前鬥緊，入邊上嚟仲有自勝者強，最後100米外邊遨遊氣泡，入邊就係呢隻自勝者強，中間永遠美麗，今年打比嘅得主，外邊位置遨遊氣泡有冇機會冚過啊？結果今場賽事出閘呢都嚇一嚇㗎，呢隻遨遊氣泡響較後嘅位置，外邊分段逐步踩優上嚟，外邊係遨遊氣泡，內欄穿上嚟，自勝者強，中間夾住永遠美麗，跑第4名係馬路啊！